做主，伊讲无，我讲迄30金啊，摕金的手指我转现金来互你。出来无现金，安尼意思是你拢无现金呢？我啥物叫无现金？对啊，因为你即摆踅来踅去，自头到尾拢无用到你个人的钱啊。无，我爱讲即马是人甲我动我后壁股东金主咧甲我动无啦，宝宇哥，你做工程遮久，你家己连10万都无吗？我公司需要请我去查的啦。毋是啦，就是讲，即马我含自己一个桥的意思就是讲，你无要紧，我即马公司股东休困，我变做我要甲开喙，我变做爱等到拜，伊讲拜一上班，我随甲你处理。啊，还无好个。伊讲伊赶紧要用钱，赶紧讲无迄好，大半信任的，迄3粒我摕来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整理一下重点好不好？恁听重点就好啊。伊甲我标物件，吼，伊甲我标物件，到底是甲因公司啥物财务、啥小公关，关我屁事哦！你甲我买物件，这卖输安怎你知无？各位朋友，恁听看卖吼，来，恁先听看卖，来。即摆现主是就袂输安尼啦。我即摆行去7买物件，我甲买1000块的物件，我去甲7啦，买1000块的物件，我就开始讲算讲我这公司即摆最近金主咧甲我动啦，都无钱啦，毋是啊，伊讲嘛毋是无钱啦，金主无要互我钱啦，1000块无我叫长尾先互你啦，即摆袂输即种概念，你听有无？你甲我买物件，你就互我钱，无足简单的吗？我物件就送去互你，是毋是安尼遮简单？有简单无？足简单的啊！都遮简单嘛，你哪会舞甲遮复杂？我看无呢。哈，即摆是毋是就即种问题？来，大家晚上好，亚军姐你好。来，周博宇大哥，你的公司安怎运作？安怎去运作？拢是恁公司的问题，甲我完全无关系。我做你的生意，我敢若过问啥？你钱当时要汇入来，安尼尔嘛？有简单无？有简单无？简单，对无？你甲我买物件，你就是钱啊我汇互你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是不是就这么简单？你为什么要搞得说你的公司有公关费用、特资费用？我搁会给，到底倒一拍关我啥代志？各位朋友，我评评理一下好不好？我今仔日出去外口7买一项物件，买1万块的物件，去咱的7买饮料、买酒，我要招待我的员工，我敢着安尼，先搁伫安尼开支票、开巴拉票来甲我的会计安尼卡东卡西安尼，安尼敢袂足闹开的，足歹看的呢，对无？老大诶，真诶啦。我毋是第一天出社会啦，你看起来我哪袂输敢若少年家啦，看起来袂输敢若规岁人、规岁囡仔啦。我咧讲啦，我的社会历练啦，毋若40岁以上啦，社会历练你听有无？我行过的路无一定会比你较少啦，为虾米？因为我艰苦囡仔一步一脚印安尼行来啦，啥物苦恁爸拢捌食过啦。我捌共一工24点钟内底做3项工课啦，一工困3点钟啦，加油站7搁挂超市啦，你有法度无？艰苦的时阵上艰苦的时阵是安尼啦，什物铁工厂，什物包面包啦，什物去煎的什物有无？菜头粿，毋是菜头粿啊，迄叫啥？萝卜，迄叫啥？那月饼迄叫啥？萝卜糕哟，毋是？迄叫啥？菜头酥啦，啥小恁爸拢捌做过啦。我今日要共买一项货来，咱的厂商迄有无 ？iPhone 你甲我摸一箱来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恁评评理嘛。我今仔日啦，我要买一箱 iPhone 啦。我去甲我的厂商买一箱 iPhone， 一箱全新的苹果，全新的。来，等者，我等小帮手去摸。30万
GIA 钻戒的标三卡啦，哦，来，无要紧，慢请的，各位朋友，等我一下。来，我今日去甲我的厂商来弄起来，我甲我的厂商买苹果手机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种物件是咪现金输赢的？是咪现金输赢的？是啊，咪就好啊。来。这拢现金甲人输赢的呢？这 iPhone 呢？这咪笨手呢？这是咪现金甲人输赢的？是。来，借问一句话，咱今日现金甲人输赢的时阵啦，一句话啦，人要来请款啦，即摆人现主是要来公司请款啦。我搁来甲伊讲伫遐会计啦，地址费用啦，我的公关费用去用抬掉啦，离离扣扣的来借问一下，我的厂商听会落无？啊，请问一下，我的厂商敢听得落？来，新闻朋友，你们觉得他厂商会听得下去吗？我现金甲人输赢嘛，我今日过来甲我的厂商讲，啊，歹势啦，都搁过一礼拜啊，因为吼，算讲咱搁卡着即个公关费用，我即个月算讲安尼叫货，拢去互阮头家娘拢抬掉啊，迄一寡费用啦、支出的啦，拢去互抬掉啊啦。来，我的厂商后盖敢过来甲我配合无？敢无？唔敢啊！惊嘛惊死啊嘛！一支咱签上俗啦，咱签2万好无？一支手机啊2万 ，iPhone 敢买会着？买袂着啦。来签2万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来总模来，来一支咱签2万嘛。来总模来，来。一丝归一丝嘛，我今日要去共牵拖一寡公关费用，人听袂落啊，人听袂落啊。这边哪听会落？我都听袂落啊！你要讲啥听会落？我咪第一天出社会呢，我嘛咪第一天出来做生意呢。总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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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进去，小帮手长进，来。荧幕当者，来，全部起来，全部起来。来，你帮我算倒面几支，4成几站就好啊。哦，一站4支，全部拢全新的，拢还袂透，连膜拢还袂透的。哦，全部拢有条码的，拢是原机啊。都是原机哦啊，拢有条码的。膜都没有拆。哦，来，这现金甲人输赢。来，几站？这几站41，哈41， 41支啦。这现金一支咱签2万啦，这现金82万啦，现金82万啦。82万。我唔免甲人输赢吗？哎，我敢因讲82万，讲会大诶。啊，我即个月地址费用啊，去用抬掉啊啦。啊，算讲咱即个公关费用啊。昨无细离去甲迄一个客户啉一个伤济哦，迄小姐叫甲规暝开40万啊！你听会落吗？听袂落。我昨仔日啉一摊开40万，啊，这条钱可能吼后个月才有法度互你啦。我的厂商一年才80几万呢，谁敢甲我配合啦？来，镜头转来，来，我讲安尼，来，认同打认同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认同打认同，对吧？有认同哦。来，认同打认同，来这样子，各位朋友，认同打认同，对吧？我一个直播台啦，无啥小啦，哈，无啥小啊，但是上起码倒面这82万，恁爸佫摕出来啦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即摆咧讲啥？我看无啊！你甲我讲你的地址费用，甲人啉酒，甲人啥小，昨无说你开偌济钱？我讲一句较歹听的啦，迄恁兜的代志关我屁事哦！我要爱的就是你甲我汇款清楚就好啊！迄拢你的代志，你甲人安怎啉酒，甲人安怎拌烂，迄拢恁的代志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对。
你甲我讲你工程界一年工程款1-2亿，你听得落无？各位朋友，你们听得下去吗？啊，听得落无？听不下去。对不？咱就事论事嘛。啊，一个少年人来遮咧做生意啦，卖一铺3斤尔。借问者，你起来甲乱要创？你甲所有线顶的人讲，你买3700块，歹势，我头拄资料甲你调出来。你歹势，你买3000尔，无买到3700，但是佫送一个实物底座。算我失言，比较抱歉，买东西而已，货比三家不吃亏的心态 ，OK 啊？你货比三家不吃亏 ，OK 嘛？我感觉合理嘛？这是恁消费者的权利嘛，对吧？有。这是你们的权利呢，当然是好啊。但是你下标了，你落标啊！你是不是要阮公司一个交代？有。啊？无错。你今仔日啦？你落标啊，落到30万。各位朋友，我听我甲恁讲啦，伊要甲我标一卡8万八的钻戒的时阵啦，佮先打电话互廖琪琪啊，伊想要拍廖琪琪啊。歹势，我拢甲讲出来，我的人较直，我袂爱唬人。哦，伊想要拍廖琪琪啦，啊伊就紧敲互廖琪琪讲，你起来看凯宾的直播，你看我安怎表演。哦，8万8加1，双势。水开，驾驶站，钱呢？莫偷漏开嘛，对无？你来遮偷漏开安尼，你袂感觉足趣味的吗？啊，老大的，来，这有充电无？这个有充电无？来，小帮手，转接电话看好廖琪琪，哦，第三方见证人，哦。来，第三方见证人，来打电话予廖琪琪。唔知的人啊，那廖琪琪今日较乌白想的啦，会当做啥？你敢知？伊会当做啥？你知哦？我联合周博宇来甲炸呀。会安尼想无？那廖琪琪若要较乌白想的啦，袂输干那我咧甲周博宇讨好来甲炸70万啦。恁娘恁爸公司开遐大间，恁爸10万块我会好个啊。恁爸现卡，唔知困啊哦。喂。琪琪姐呀。你敢有咧看直播？我今仔咧看。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当初时博宇哥要甲我标选招的时阵，安怎甲你讲？伊甲我讲。伊咧直播无去看，然后我讲无，我咧无闲，然后伊就讲你起来看一个，起来看一个，搞挂掉了。然后我上去看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上去没，然后他就标钻戒8万8。8万8加1嘛，做帅哥嘛，对无？我敢要去吧？袂使啊！来，琪琪姐，我搁甲你问一下，自头到尾，你讲要甲凯宾斗3工？我安怎甲你讲？你讲买啊？你是毋讲你要借我纳一寡汇款？因为博宇30万嘛，对无？伊甲我标30万的汇嘛。啊，你讲要先帮我渡过这个难关，先互我先甲厂商交代，我安怎甲你讲的？你说不要，那个博宇哥标的啊，他自己付就好了。对啊，属实嘛，对无？一输归一输嘛。博宇哥，哎呀，你讲话讲人较正经诶，哎呀，琪琪姐歹势，他有在线上啦，哎呀。啊，他怎么都不说话？怎么都不说话？伊即摆伊无理啊，哎呀，对吧？我甲全部的对话记录、语音档全部拢开出来啊嘛，对吧？对吧？来，那就你们去处理了，其他的货。恁爸也没必要去取货，你原本就无拍送要买啊。对吼，我搁甲你问一拍，伊敢有私底下甲你讲啥？讲伊的货安怎？伊的货安怎？伊讲伊要甲你处理啊，15号他跟我说15号要跟你处理。嘿，
然后在这之前呢？在这之前，他跟我说很多反正他就跟我说他没有要弃标啊，所以他才跟我调10万。对，跟你调10万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想要调给他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认识他，我是要挺你，说我才想说，不然先调他好了。然后结果他一直这样，没有去处理这些事啊，对啊，他还说他要跟我联络，结果昨天也都没消息啊。伊昨讲要跟你联络，结果无跟你联络。对啊，他那天是跟我说他那边身上有多少，然后跟你合起来，然后昨天要。琪琪姐，我昨算讲安尼啦，我也讲哦，我安尼甲讲啦，我讲琪琪姐的10万哦，我先还伊啦。啊，博宇哥，你着搁汇1-2万来，汇1-2万块来我的公司，落做定金的概念。啊，安尼我对公司嘛较好交代。你着落1-2万块的定金，啊，10万块我帮你着先汇互琪琪姐，着我小对伊安尼是毋是上简单？我安尼甲讲啦。那是你说的。我这样跟他讲啊。他说，他就讲的，他那个说他那个办法是他讲的，然后他就说反正他讲的很人情义理呀，说他不要欠我人，不要欠我情跟义啊。他会跟我处理啊，结果昨天呢？结果昨天也没有消息嘛。伊昨讲要来公司啦，他昨天说要来彰化我的公司跟我吃饭啦。结果算讲要先煞摕3-4万块来付定金啦。伊也摕3-4万块来，我算讲我要直接。琪琪姐，我甲你讲，我有甲你讲一句话，无论博宇哥15号进前有甲我处理，无甲我处理，我安怎甲你答应什么代志？有啦，你有跟我讲啊，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跟你处理的话，你那个10万块无论怎样都会退给我啊。这就是我在做生意啦，线顶的朋友你听哦。琪琪姐，歹势，当初佫互你误会讲，袂输敢若我甲博宇哥2个串通要来甲你砸安尼啦。我做生意无遮闹气啦，我 GIA 就敢无动啊我真正无可能为着这10万块我直播台，你看我手底偌济员工，对无？我为着这10万块，我甲我所有的员工家庭因拢免顾啊吗？对无？我无可能为着这嘛。这是讲伊甲你调10万，是毋是伊爱甲你处理？我的意思是安尼。结果伊一直无要甲你处理，我嘛甲你承诺讲15号，我安怎甲你讲15号安怎？你会15号再给我没？好，安尼，琪琪姐，谢谢啦，不会啦。好，辛苦啊，拜拜。好。有听到无？线上的朋友，我有讲啊，无论安怎，15号我一定会退钱给琪琪姐。这就是我咧做工课，我的处事态度啦。今仔日咧，我讲15号，我若搁跳票，琪琪姐会黑白想哦。你安尼22号甲我跳票，到26号，26号搁甲我讲月底，月底即摆搁变月初。月初今日7号啊，连1块拢无。借问一下，你是要摕啥物来讲你的信用？你甲我讲你工程款做偌大？借问一下，要安怎相信你？或许你真的很厉害啦，你的工程做很大啦，可是你在直播台上，你言而无信啊！你听我讲的意思哦，你讲话唔免安尼呢，对吧？周博宇大哥，你哪唔讲话啊？